好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示範單位，就係位於大圍嘅 Uni Residence 項目係由永泰同埋萬科聯手打造，總共會提供240伙，由開放式去到4房單位都有，而主打嘅會係1房單位。項目位於顯徑站同埋大圍站嘅中間，行去兩邊呢大概要10分鐘左右。咁我哋而家圍繞模型行一圈。咁呢個屋苑嘅設計係一個單棟式嘅設計嚟嘅。項目嘅會所位於1樓，咁都有一啲基本嘅設施啦，例如 gym room 啊、BBQ 場等等。咁我哋而家睇緊呢度呢，就係正門嘅出入口，然後後面呢度呢，就會有啲會所設施。今次發展商就整咗2個示範單位。首先同大家睇一個293尺嘅1房，呈現返18樓嘅 D 室。一打開大門會有個小玄關，然後旁邊呢有啲儲物空間。然後我哋去到客飯廳嘅部分，客飯廳計埋開放式廚房同埋玄關呢，就大概有121尺。擺位就係一個長方形。之後我哋出去露台呢一度，露台係採用咗一個3合1嘅設計。然後開放式廚房嘅備餐空間係一個 L 字形嘅設計。小雪櫃嘅上面仲會有埋微波焗爐，然後開放式廚房嘅對面係浴室，浴室呢度採用咗企缸嘅設計，儲物空間都好多，座廁後面呢亦都有個鏡櫃。最後我哋去到睡房，睡房大概有58尺大，咁呢邊嘅景觀呢係會望返東南，望到獅子山嘅方向。接落嚟，我哋會睇一個394尺嘅2房，呈現返18樓嘅 B 室。成個單位係一個打橫嘅擺位，一入到嚟都會係一個玄關位。咁大門呢就會向正呢一個浴室啦。浴室都係採用咗企缸嘅設計，空間上會比1房大啲。除咗常見喺洗手盆上面嘅鏡櫃外呢，座廁後面都係有個鏡櫃。咁令到成個空間呢望落會更加闊落，同埋儲物空間都會多啲。而洗手盆下面呢都係一個儲物空間。之後我哋出返去玄關位，玄關呢度都係有啲入牆櫃。咁呢度嘅後面呢就係一個電掣位嚟嘅。入牆櫃都有唔同嘅間隔，適合放返唔同類型嘅嘢。我哋嚟到客飯廳，咁客飯廳呢個長方形嘅位置呢，就大概有96尺。露台呈一個梯形，咁都係一個3合1嘅設計。咁呢個單位嘅景觀呢，會望返東北方向，望返名城嗰邊。接落嚟，我哋去睇一睇開放式廚房。開放式廚房嘅備餐空間係一個橫條形。然後右手邊呢度呢，會有一個標準 size 嘅雪櫃，唔知大家會鍾意 L 型嘅備餐空間啦，定一個打橫式嘅設計呢？接落嚟我哋睇埋睡房嘅部分，咁呢間睡房係一個主人房，主人房嘅空間非常四正，大概有54尺，然後旁邊嘅細房呢，都係正正方方，大概有45尺。另外呢度嘅樓底有3.325米高，所以望落去呢都唔會話好局促。唔知大家對於呢個屋苑有咩諗法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多謝收睇。